听大尖石讲古，食饱未？来阮垦丁行咖啡吼？哈？你想要请教我捌看过一个历史事件无？你讲的是1867年美国船落物事件遐？迄我当然嘛捌看过，我是大尖石呢。汉着船顶因翁仔某甲规阵人，都是伫我面头前个沙堡上花的啊。毋过无偌久，就互古仔律社人当作是侵略者甲刣死，简单一个走过手，迄嘛袂使怪因，因捌互别人险险仔甲灭族咧。十来外国船伫咱福摩沙出代志，清国拢放外无也无紧。伊甲美国袂堪得去，领事列长就毋放因煞。清国头壳摸咧烧，便讲阮遮毋是因管的，迄嘛是有影啦。1870年代，清国的势力嘛才到邦寮尔，东部搁较免讲。迄阵阮遮有斯卡罗国，是原住民18社的联名，是伫咱属社的总头目组，王城设伫里着。即摆人真爱去遐看山后鸟。英国甲美国有分别来拍阮呢，枪声、炮声乒乓叫，草埔的回落仔是惊甲要死去骹拢。古仔律社有较赢面，两国无伊的法，只好先转去打狗，才阁拍算。列长就继续变外交讨公道。汉特夫人的后头厝有只好人来找尸体，伊去打狗拜托比克林斗相共。讲到比克林即个英国人，确实有才调，会晓台语、北京语、西班牙语甲淡薄仔客语，讲话精光。捌甲平埔族原住民汉人清国歌交陪伴烂，知影美角，找伊翻译斗骹手是对的。我看伊带好人四界走踪，去到社寮保利探听，去到大树房甲龙峦社的人交涉。有影是热心，阁拼死，互好人足甘心的，我嘛是。迄摆，比克林阁加救几若个别只船的人出来。迄当阵有风声讲，清国伫美国的压力之下要出兵，斯卡罗国暗算要互因一顿粗暴。因的联名有18社，勇士有1100个，阿米斯奴才有1500个。若真正强起来，即声代志就大条啊！毋知阮遮的汉人头人嘛来拜托比克林斗骹手。遮会讲台语甲客语的汉人，其实强在伫相搭，为着莫良好交战，久被受害，嘛着头摆合作。因甲比克林讲，会当带伊去甲 Toki Talk 讲看卖，互代志和平收尾。Toki Talk 是总头目的小弟，甲因有交情。汉人伫遮甲原住民祖产做是真久啊，生活安定。互头目统治，嘛较也互迂曲的清国官管。因阁讲清国兵仔比草蜢仔阁较恐怖，简单的糟蹋五角，算断因尔。若对兵仔好款待，因会刷手杀因的物件；若毋互因，就掠因的妇女，还是甲因刣死。你讲这甲战后的中国兵是毋是真共？若要清国真正有出兵呢，是老兵长带队，列长就压队的。兵仔嘛真正刷手抢劫，若毋是列长就求情，遐兵仔稳死的。比克林紧甲汉人的建议讲互列长就知，伫双边走踪超代志。甚至甲 Toki Talk 阁结拜咧。这个事件的结局就是签约。Toki Talk 真有力气，虽然毋惊美国，嘛毋惊清国，毋过愿意和平收煞，确实有领袖的气魄。比克林同人学乐，肯定伊的贡献。好人认为，若毋是有比克林安尼人险拼死出力。不论是伊还是列长的，要完成任务是真学的。
世事演变到大，歌路社甲龙乱社早就汉化，托去塔克互会，到日本时代嘛同款，这是历史的无奈。21世纪的垦丁，大家拢喜意行骹到，除了双水西大街，有几个人知影这历史咧？唉，天长暗啊，你毋通想我走，另日仔才阁来讲。阮小弟小尖山嘛真爱画仙哦。